期四，市呢就有少少反覆，因為 A 股呢就以晏晝嚟講呢，由於上證指數喺零零碎碎嘅沽壓主導之下呢，終於係跌穿2093點啦。嗱，呢個係咩指數呢？呢個係6月25號嘅低位1849點，一路抽升咁反反覆覆，去到7月11號嘅高位2093點，然後先回流落嚟㗎。咁就係話技術上係一個反彈嘅高位啦。事實上，只要指數係成功升破咗2093點嘅話呢，上證再進一步向上望下呢，應該係一度中期嘅下降軌㗎。咁但係而家跌翻穿呢，情況就有少少反覆啦。好在係咩呢？好彩由1849點去到1965點連線呢，就形成一條上升軌，短期嘅上升軌。咁暫時未跌穿㗎，所以情況係反覆，不過就未算係好差。咁事實上嚟講呢，市場呢就有少少咧行快咗，因為呢中央政府呢喺人行嗰邊呢係通過短期嘅措施呢，不斷以逆回購嘅方法呢向市場上面注資，就令到大家覺得呢政策始終都會出嚟。呢個的確如是，但係呢步伐行快咗呢，或多或少都會引嚟一陣兩陣嘅回吐嘅。咁但係我自己始終認為呢 A 股嘅最壞嘅時間呢係已經過咗啦。只不過就話你憧憬好快有刺激嘅經濟方案出台嘅話呢，可能暫時嚟講都仲係未係時候。咁啊，總言之呢，反覆就會有，但係會唔會好似早前咁樣不斷向下行呢？我覺得未必會㗎啦。睇翻港股啦，受到 A 股晏晝呢有少少放慢咗影響呢，港股最終呢都係要暴跌收場。不過相對累積嘅升幅嚟講呢，其實好平穩㗎咋，跌2點都唔到。嗱，先講個指數先呢。早段係高開27點，係22,568點。日中嘅高位曾經去到22,695點嘅，低位係22,473點。咁啊，收市嘅時間22,539，比到琴日呢，約莫係跌咗2點，但係成交金額就多咗啊，有776億，即係話技術上嘅資金啊，入市嘅資金係冇少到嘅。咁相對由上個禮拜三嘅低位21,571點升到去今日嘅高位22,695點呢，個市已經升咗幾多呢？1,125點㗎啦。經過1100，應該1126點先啱嚇，因為今日嘅高位係22,696點㗎，4捨5入啊嘛。咁啊，經過1125點嘅上升，稍為有少少嘅整固呢，根本上好正常。嚴格嚟講，由於恒生指數已經升嚟咗條10天線咧，成幾百點㗎啦。只要一路穩咗喺條10天線樓上咧，成個逐陣頂嘅形態咧係唔會有變㗎。不過我要補充一句，其實咧今個月嘅升幅咧已經1125點啦，可能急咗少少，尤其是經過禮拜一同禮拜二嘅上升咧係行快咗㗎。高台有少少整固咧，其實好正常㗎。如果你話上半個月已經升1125點，下半月再升多咁嘅幅度嘅話，你成個月咪升成2000幾點，咪直撲上去23,000幾24,000，邊有咁順攤啊？咁所以咧嚟到而家呢刻咧，稍微放慢少少咧，其實係好正常㗎。始終咧睇緊條10天線，一日指數唔跌穿10天線咧，當然知成個逐尋頂或者玉試頂嘅格局係冇變到。所講嘅頂，以我嘅睇法咧，暫時第一站咧係22,800到23,000點。咁啊當然知啦，5月20號有一個高位，呢個高位係23,512點。咁另外今年仲有個高位就係2月4號嘅高位23,944，呢個係全年嘅高位。股市能唔能夠上試23,512到23,944點呢？呢個好視乎 A 股，好視乎資金入市嘅態度而定㗎嚇。如果氣候好嘅，哇資金入市不斷咁湧入嘅，咁老實講喺動力支持之下，個市向上攀升呢係好正常。但係調翻轉頭，呢1分鐘成交金額係配合嘅。但係如果你下1分鐘成交金額銳減到落去500億嘅話呢，即係話個市嘅動力呢又再有失㗎啦。咁啊大家要小心啲。始終由19,426去到今日嘅高位22,696點呢，已經升咗3,000幾點㗎啦。經過3,000幾點嘅技術上嘅上升之後，稍為唞唞氣，我覺得好正常㗎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唔講啦，我跟住去九龍總部開講座，聽日再同你傾。